Hello，大家好，我係太年輕講嘢一嚿嚿嘅偵探。咁今日我想要拍一個好特別嘅片。我不嬲拍嘅影評都係講電影嘅，但係我有另一樣電影，有另一樣戲，我係好中意講嘅，就係動漫。咁所以今日我係會做一個好動漫推介，我會為大家推介一個我非常之中意嘅一個動漫。唔單止非常之中意，仲要係一套動漫係對我好重要，改變咗我嘅人生理念嘅一套動漫。咁我今日會講嘅動漫叫做蟲師，日文叫做 Mushishi，而漫畫家叫做七原有紀 Urashibara Yuki。咁呢一套動漫，首先講呢個漫畫，呢個漫畫係由1999年一直出到2008年嘅漫畫，之後喺2005年咧就翻畫咗變成一個動漫，而呢個動漫嘅導演係長濱博士 Nagahama Hiroshi。咁呢一位導演係非常之有趣，因為蟲師其實只不過係佢第二套導演嘅作品啦。咁後嚟佢2013年仲拍咗一套叫做惡之華嘅動漫，我係覺得非常之有趣嘅。咁好，講翻呢個蟲師。咁蟲師呢一個動漫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同埋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神作嘅動漫。咁通常大家見到我講啲戲，講啲文藝嘅戲，講啲經典 classic 嘅舊嘅戲，大家都以為我係唔中意睇動漫嗰種人，但係其實錯，因為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界上面睇動漫嘅人仲多過經常睇戲嘅人。我覺得呢個現象係真係好神奇，因為大約2000年代到香港、南韓、台灣已經對動漫嘅興趣仲多過睇戲嘅興趣。而家甚至2010年代，而家2025年，全世界各地睇動漫嘅人，動漫 fans 仲多過睇戲嘅 fans。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真係想要深入咁樣講文化，深入咁樣講藝術嘅話，我覺得動漫係唔可以忽略嘅一部分。而家有好多滔滔不絕嘅動漫，啲人都不停咁講，不停咁討論啦。前幾年有《鬼滅之刃》，而家有《咒術迴戰》、《電鋸人》，甚至你講下啲比較 slice of life 比較慢、比較輕鬆啲嘅動漫，例如《戀愛頭腦戰》、《孤獨搖滾》呢兩套，我都係覺得非常之好睇嘅。咁我個人呢，其實係好遲先睇動漫。我識好多人12、13歲已經不停咁喺度煲動漫，已經變成一個毒撚。但係我係比較遲先開始有呢個慣性。我諗大約2018年，我好似15、16歲，我先開始睇動漫。我嘅表弟不停咁樣嗌我去睇 One Punch Man 一拳超人。咁當時即係我唔講咩宮崎駿、哆啦 A 夢，我細個嗰陣時候睇呢啲唔計，因為呢啲唔係我專登因為好奇所以走去睇。但係我2018年第一次睇動漫，第一次係自己真係去揀去睇一套動漫咧，就係一拳超人。我記得我係幾中意一拳超人嘅，但係之後落嚟我就開始煲 JoJo 的奇妙冒險。而 JoJo 係我覺得係一個轉捩點，因為 JoJo 我越睇越中意，越睇越上癮啦。同埋我覺得 JoJo 入邊嘅藝術嘅風格，佢嘅特色，佢嗰啲角色，全部都對我後嚟寫劇本對顏色嘅印象都有好大嘅影響啦。但係我大約18、19歲，我就同我 friend，我中學嘅 friend 講，就話你識唔識啲文藝嘅動漫？跟住我中學嗰個 friend 就同我講，就話好似冇呢回事，好似冇呢樣嘢㗎，動漫唔可以文藝㗎喎。咁我就OK。
但係其實佢係錯嘅，因為文藝嘅動漫其實係存在嘅。講真一句，文藝呢個詞彙係一個好廣泛嘅詞彙，有好多嘢。如果唔合大眾嘅口味咧，你就可以話係文藝啊。但係我覺得我想追求嘅文藝嘅動漫係唔單止係好睇有娛樂性，但係都係探索緊啲好有思想。對唔住，我講中文好差，好令人思考嘅深度嘅探索啦，同埋佢用嘅手法，佢 animation 嘅風格，佢個故事個結構全部都係有啲實驗性嘅，我就覺得係文藝。而我係因為我本人已經好中意睇文藝片，咁所以我係好渴求睇啲文藝嘅動漫。咁終於喺2021年，我當時係19歲，我就遇上蟲師呢個動漫，簡直係大開眼界對我嚟講。首先就係我不嬲睇戲、煲劇、煲動漫，我都係睇啲連續劇、連續性，即係 serial。OK，我教一教大家呢兩個 term 先，連續性同埋章節性。連續性叫做 serial， 章節性叫做 episodic。咁而家現代好多劇集都係連續性嘅，即係話講緊一季或者成套劇都係講緊一個故事，而你見到佢一集一集一集咧，其實係一部分，即係話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呢四集以及之後嘅故事都係一連串嘅事，都係同一個故事。都係呢幾個人物角色，咁即係話而家好多動漫都係咁啦。咒術迴戰連續20集、21集都係講嗰個涉谷事變、涉谷事件，咁呢啲就係連續性啊。但係其實90年代、2000年代頭好多動漫都係章節性嘅動漫，就係每一集都係佢自己本身嘅一個故事。雖然啲角色可能都呢幾個故事嘅，但係第一集同第二集嘅故事，甚至個故事嘅種類一個味道都完全唔同。即係如果你有睇 Cowboy Bebop 嘅話啦，甚至等我諗下先，新世紀福音戰士嘅頭一半都係好章節性嘅，即係話第三集同埋第六集講嘅嘢都係唔同，即係每一集都有佢自己嘅敵人、自己嘅奸角咁樣啦。咁蟲師係一個章節性嘅動漫。咁我一開頭係睇得唔慣，因為我唔中意睇劇煲劇，但係點知原來每一集都係一個微電影。我中意睇劇係因為我中意佢嘅長度，我中意好似權力遊戲咁樣睇落去，再睇落去，再睇落去，嗰啲故事慢慢發展，呢個世界會慢慢變得大。我係唔慣睇一啲章節性嘅動漫，但係蟲師佢呢一套動漫嘅魔力，呢一套戲、呢一套劇嘅魔法就係在於佢章節性嘅質素嘅 quality。咁好啦，呢一套劇嘅故事就係講銀古堅果係一個白色頭髮，唔係話生得好靚仔嘅一位醫生，或者一位蟲師。咁佢係喺山上面，由一個村去到另一個村，由一間屋去另一間屋，就係幫一啲人係被呢啲蟲影響。咁蟲係乜嘢咧？蟲 music 唔係講緊昆蟲，我唔係講緊呢啲烏蠅螞蟻呢啲昆蟲。蟲 music 係一種非常之原始嘅生物。呢一隻係我嘅左手。咁你可能有動物啦，動物係最高，即係人啦、狗、馬等等啦，魚，跟住呢度又係植物即係樹草咁啦。可能呢度咧就係菌類啦、蘑菇啦，可能到呢度咧就係一啲細菌等等嘅嘢啦。跟住你跟住隻手
去到你嘅胸口，去到你嘅心咧，你就揾到最原始嘅生物叫做 Mushi。當然科學係證實唔到嘅呢啲嘢，但係喺呢個故事入邊咧，如果某啲人接觸到呢一啲蟲咧，就會產生咗一個奇幻奇怪嘅現象。有時呢啲現象係禍，有時呢啲現象係一種福。但係因為我中文唔好啊，咁所以我而家係會 quote 一個台灣嘅評論，一個台灣人對呢一套動漫寫嘅評論，就係作者就係透過呢啲人同呢啲蟲嘅接觸咧，寫出他們的困境，如應否逃避現實的選擇，應否對抗命運的問題，應否放手的問題，和生存與道德之間的抉擇。咁所以蟲唔係威脅，呢啲原始嘅生物嘅蟲，佢哋對人類嚟講唔係一種威脅，而佢哋只不過都係想生存。咁所以呢一套戲呢一套劇其實係探索緊人類甚至其他動物其他植物同呢啲蟲點樣共存。咁所以某程度上呢一套劇係有一種佛教嘅味道喺入邊，就係講呢啲人點樣達到無我嘅境界，唔好淨係掛住自己。其實呢一個世界係好大，有一個好大嘅自然嘅系統，你唔係呢個世界嘅主角，你動物、植物呢啲蟲都係要共存。我另一樣好中意嘅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套劇呢一個故事係冇特定嘅時期同埋冇一個特定嘅地點咯，即係話好明顯呢一個係古代嘅日本啦。但係你講緊乜嘢時期？即係你講緊江戶時期啊，你講緊明治啊，你講緊昭和啊，定係再老啲鎌倉時期啊？即係呢一套劇呢個故事係完全冇解釋呢一個係乜嘢時期。即係某啲場面咧，覺得咦好似有啲現代喎，即係話啲角色又戴眼鏡啦，即係可能明治，可能係昭和啦，即係可能1910幾年、1920幾年。但係有時你又見到啲嘢、啲人佢哋啲村點樣耕田，跟住你又諗，可能係好早之前，可能係14世紀、15世紀嘅古代日本都話唔定，而冇特別話係邊度。即係我唔係講緊舊嘅東京啊、東北部啊，我唔係講緊九州啊，我其實係唔知蟲師呢個故事喺邊度發生嘅。但係我覺得而家好多古裝劇都太依賴住一個故事嘅歷史性同埋重要性。哇！《三國演義》啊，呢度又發生咩事，嗰度又發生咩事？哇！而家又講緊清朝、清代，又講慈禧太后點，又溥儀又點。咁又呢一年又發生咩事？嗰一年又發生咩事？呢啲古裝劇我係中意睇嘅，但係佢哋錯過咗小故事同埋小人物嘅魅力。因為有時令我最印象深刻、令我最有感情嘅歷史故事，唔係呢啲大嘅歷史性嘅大事，而係一啲傳說。而喺一個採訪入邊咧，七原有紀咧，佢就提到話，蟲師其中一個 inspiration 咧，就係佢嫲嫲定係婆婆經常同佢講嘅傳說嘅故事。即係話係《三國演義》的確係好多嘢發生，好精彩。但係有時有啲好細、好微小嘅故事，好細微嘅故事，即係呢啲咩守株待兔、杯弓蛇影，好耐之前，唔知喺邊一條村，唔知係乜嘢朝代嗰陣時候，喺座山上面發生咗某件事。我睇蟲師嗰陣時候，我覺得我好似讀緊一本散文咁樣，因為個故事係唔係講緊大事，係講緊啲小人物，好有味道。但係雖然呢一套劇第一季有26集，有26個小故事，但係每一個小故事俾我嘅情感咧，係仲強烈過好多而家長劇劇情片帶俾我嘅情感。
咁我睇呢套劇嗰陣時候，我覺得好似出邊落緊大雨，而我喺屋企入邊喺屋企入邊飲緊我媽媽煲俾我嘅老火湯，飲緊一碗好暖嘅雞湯。呢一套劇俾我有一種温暖啊，我係感受到，但係觸摸唔到。而呢一種温暖係獨一無二，冇乜電影冇乜劇係可以達到呢一種感情。而好多人都形容蟲師為一個治癒系嘅動漫啦，或者治癒系嘅漫畫，因為呢個故事真係好治癒，好係咯，治癒醫治。咁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節奏慢，但係好多人特別動漫嘅 fans 咧，唔中意睇啲慢嘅動漫。但係我覺得你飲緊一杯又香又暖嘅茶嗰陣時候，你要慢慢品嚐，先可以真正咁樣欣賞到呢杯茶嘅味道。就正如你睇緊呢一套動漫嘅時候，你要慢慢睇，你先係真正咁樣體會到呢一套劇嘅味道。咁所以我不嬲煲動漫，我都係煲得好快，即係我2個禮拜就睇晒啦。但係蟲師我係睇咗半年嘅，我係由2021年嘅9月10月度啊，睇到2022年嘅3月度，我係睇咗好耐。但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我睇咗好耐，咁所以我受到時間嘅影響，令到我真係 get 到呢一套戲嘅味道，呢一套劇嘅味道。咁我覺得每一集都好好睇，而你好難達到咧，就係你連續26幾集、26集，每一集對我印象都好深刻。咁我而家會特別提點其中6至7集，我好中意第4集叫做枕小路，而呢個故事就係講一條村有個人有一個詛咒，而呢個詛咒就係夢想成真，佢會發啲預知嘅夢，佢發夢之後個夢會變成真。咁呢一集佢用一個好有心理嘅角度嚟到探索生命、自我仇恨同埋後悔呢啲嘅感情。我個人成個第一季最中意嗰集就係第8集，叫做來自海境，日文好似叫做 Unasaka Yori， 來自海境。Unasaka 就係海境。咁呢一套係俾我一種淡淡嘅憂愁，我想喊但又喊唔出嘅感覺。咁故事就係講銀古啊堅果，佢喺海邊嗰度行，佢突然間遇上一個男人，佢喺海邊嗰度等，佢等緊乜嘢咧？佢就係等緊佢老婆翻嚟。原來好幾年前佢同佢老婆嗌交啊，咁佢同佢老婆坐船分開坐2條船，之後突然間好大霧，跟住佢見到佢老婆嗰條船消失。之後佢唔記得咗，佢起身，佢已經喺沙灘，佢已經喺海邊嗰度。咁佢一直以嚟已經過咗2年半，佢一直都喺度等緊佢老婆翻嚟。咁我其實我幾個鐘頭之前，我睇翻呢一集，我真係好想喊，但係又喊唔出嗰種感覺，因為呢一集就係講放手，人點樣學會放手，點樣面對之前錯過嘅嘢或者做嘅錯，點樣去接受以前所發生嘅事，明白自己嘅痛楚之後放手。短短23分鐘之內，我感受到嘅情感啊，係仲濃郁過好多而家嘅戲。第11集叫《沉睡之山》啦，咁呢一集嘅結局係我成套劇入面其中一個最中意、最印象深刻嘅結局，因為喺山上面見到一條好大嘅白蛇，但係呢條蛇唔係想咬人，唔係想殺人，呢條蛇
都係只不過係一個生物嚟嘅。咁呢一條蛇瞓覺就係呢集嘅結局。咁呢一集所講嘅嘢就係生死輪迴啊，同埋大自然之下人類嘅沙小。甚至之後第12集叫獨眼魚啊，咁呢一集好特別，因為呢一集就係講銀古，即係主角銀古佢本人嘅傳奇嘅生平事蹟咁樣。第15集叫春曉。咁大家如果唔知咧，其實春曉咧係引用咗孟浩然唐代詩人孟浩然嘅其中一首詩啊。咁係咯，都係講翻，我估唔到喺一套動漫入邊係會見到孟浩然嘅詩被引用，即係你真係睇得出呢一套戲文學嘅呢套劇文學嘅角度上面係好有詩意。同埋我另一集我係好中意，就係第17集叫做《空繭取》，就係講兩姊妹佢哋去摘空繭啦。而你有兩個空嘅繭，你將一張紙攝入去，跟住另外個繭咧，嗰張紙就出翻嚟，好奇怪，唔係好 make sense。但係我中意呢一種超自然。但係咧，就係如果有條蟲叫做蛆，如果呢條蟲入咗一個空間，跟住冚住咗，而你喺入邊，你一開嗰個冚住咗嗰樣嘢，即係一張被、一對門、一間屋，你一開咧，嗰樣嘢就會消失。咁我之後落嚟發生嘅嘢我就唔會劇透啦，但係呢一集又係達到咗嗰種淡淡憂傷嘅感覺，我係好少見到。而呢套劇最尾嗰集第26集踏草嘅聲音，好似睇完一本小說之後睇到嗰版後言，好有人性，好有味道，唔係好大型，唔係好大規模，但係正因為佢好細，咁所以嗰種後感，嗰種味道係嗰種 after taste 係一流。係咯，我發現蟲師講嘅故事嚟嚟去去都係講3種嘢，一種就係疾病，一種就係死亡，一種就係耕田。而呢3樣嘢都係3種，我覺得係好古代嘅 topic，但係而家都用得着，即係甚至耕田，而家即係講下經濟呢啲嘢啊，我都覺得係好用得着嘅。咁再講落去，講下啲比較 technical、比較技術方面嘅嘢啦。我覺得呢一套動漫佢入邊嗰啲島，佢入邊嗰啲鏡頭嘅運用啦，經常令到我諗起小津安二郎。我唔知點解，即係可能因為有好多 long take，有好多 wide shot，咁所以成日令到我諗起小津安二郎嗰種靜。另外呢套劇嘅音樂，Oh my God， 真係好好聽，特別溫柔，特別有空間感。雖然呢套故事係古日本嘅故事，日本古代嘅故事啊，但係佢用嘅樂器唔單止係古日本嘅樂器啊，佢有用鋼琴，甚至有啲位係有電子音樂嘅 feel。但係呢啲電子音樂嘅 feel 永遠都唔會傷害到佢古日本建立嘅味道。我知我講咗一嚿嚿，但係你 get 到就 OK。同埋最緊要就係呢一套劇，佢揭曉咗大自然嘅美，簡直係獨一無二。我記得我睇一套劇嗰陣時候，特別係2022年嗰陣時候，我啱啱嚟到美國。咁我一開頭嚟嗰頭3-4個月，我係好大壓力，因為我雖然我講英文好流利，但係我始終都係一個香港人，我係唔習慣住喺美國嘅。我又會喊啦，我又緊張啦，我對每一條街每一個人都好陌生，我係好大壓力嘅。但係我就係睇呢一套動漫，我就揾到一種治癒嘅方法。
我每次覺得壓力好大，每次我出街嘅時候緊張嘅時候，我見到樹葉，我見到植物，我見到陽光，我感受到風聲，我係覺得好 inspire，我係好有感情，我就留意呢啲嘢。咁所以呢一套劇俾我嘅感覺係獨一無二。咁所以我係俾松獅 Mushishi 10分滿分。好啦，大家睇過 Mushishi 未？多謝收睇後會有期。唔該睇呢套動漫。